告庙》这一折呢，是我在越剧小戏中的一个原创的折子戏。打神这一折是焦桂英这个人物，他在情感世界最崩溃或者说最极端的一个时刻。我也是用了很多我们现代人或者说现代女性的一些理解，去理解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。在情感的情字上面，我下了很多的功夫，希望把所有的技巧也好，所有的编排也好，都围绕着人物当时的情感内心去编排。当我去表达他的一些情感或者是他的一些情绪的时候，我用了一些比较体验派的，或者说像演话剧一样，或者说我们自己现代生活当中最直接的一些表现的手法。比如说一些指法上面就会做一些调整，可能不会像戏曲一样去做一个特别逢左必右、逢上必下这么一个特别圆的动作，而是特别直接。这个折子戏的出场跟结尾，有的时候也是奠定了这个戏的一个风格。这一折的打神告庙中，我现在也做了一些处理。当一个人如果陷入一个极度崩溃，或者说陷入一个极度紧张和极度迷离状态的时候，他或许是没有任何的表情，或许是没有任何的动作的。我觉得可以把出场方式改为非常非常静止的状态，就用一个面无表情，甚至是身体都是僵硬的状态去出场。正是因为这个出场，让我找准了之后，后面一系列的打神的编排才有了更多更明确的方向。现在这稿的打神最后结尾的哭声，就是用了一种非常体验、非常真实，甚至偶尔会缺失一点点所谓的美感的哭声。因为一个人在自杀之前的哭声，如果他还带有了很多的美感，那么就会缺少一点最真实的刺激。所以又加了一个处理，就是用背过声，用背肩膀的抖动，再配上最真实的出气的声音，去到达一个自杀前的状态。当我们去演一个戏，或者说看一个戏的时候，人物的一些选择是会让我们自己去思考的。所以说，我去演焦桂英的时候，我更多的是去想她为什么会走这条路。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好，或者说我们演员在舞台上也好，想要去走进一个人物，想要去演好一个人物，更多的是去理解他。只要把这个人活灵活现的、最真实的状态搬到舞台上，那么观众都会共情。所以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，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保持对舞台的那份热情，去感知生活中最真实、最自然的一种情绪和情感，去创作出一个个真实又精彩的人物和故事。